要講靠翁咧，我好開心啊，因為我好滿足地可以傳到佢俾大家啊。為咗幫大家更加容易明白靠翁佢關注嘅領域咧，我由呢一部戲講起啊。我唔知大家中唔中意睇電影？呢一部咧係波蘭電影大師奇士洛夫斯基，佢將十屆拍咗10部電影啊！大家有冇認識奇士洛夫斯基啊？冇乜。OK，咁你有機會即管睇睇佢嘅電影，對你可能都有啲幫助。咁啊嗱，佢拍嘅第一屆咧就叫做妄稱上帝的名，即係話唔好妄稱上帝的名啊！咁呢個好容易記啊吓。好，佢個佢個故事個重點想講乜咧？左手邊咧有一個爸爸，佢隔籬有個仔，佢兩父子關係好好嘅。個爸爸咧係一個數學家，讀緊博士學位。作者咧即係奇士洛夫斯基咧，想用呢個數學嘅爸爸咧，強調呢個爸爸咧好理性，好具科學精神。好能夠邏輯推理咧，係非常之高嘅知識與學問。所以你見到咧，佢係咪教緊個仔捉棋啊？見唔見到啊？見到，very good。咁啊，通過捉棋咧，爸爸係想傳遞俾個仔聽人生嘅大道理、大哲理嘅。好，咁呢個爸爸咧有個妹嘅，呢個妹妹咧係有信仰嘅。咁啊，呢個小男孩咧，一生裏邊咧，聽到最多嘅教誨就係一係來自爸爸，一係就來自佢嘅姑姑，即係呢個男士嘅妹啊。啊，套戲裏邊叫姑姑。咁呢個男孩子咧，有一日咧就好奇妙地咧，就問阿姑姑右手邊咯喎，姑姑啊，點解你同爸爸有同一個爹哋媽咪，但係點解你同我爸爸個差別啊係咁大嘅咧？嗱，弟兄姊妹，嗒一嗒呢一句，男孩子感覺到咧，爸爸咧，你崇尚科學，崇尚理解，崇尚知識，喺爸爸口中裏邊咧，從來都唔會講上帝、信仰呢一啲咁難捉摸嘅嘢㗎，係咪？不過姑姑啊，你又唔同喎，你會同我傳遞信仰，傳遞咧上帝。你同爸爸都係同一個家庭長大，點解咁大分別？大家聽得明呢個小孩子問咩啊嘛？係咪？OK，嗱，咁你自己即管去答下呢個問題啦。跟住呢個男孩子咧就再問阿姑姑：姑姑啊，你成日同我講有神，我想請問神在哪裏啊？頂姊妹，呢個男孩子問緊嘅係一個非常之理性嘅問題，對唔對？喺邊度話俾我聽？我知道佢，我理解到佢，我就會相信佢啦，好正常嘅，係咪？呢個姑姑同個男孩子講：阿侄，你你行近啲我啊，咁啊，即就行近啲佢啦。咁啊，姑姑咧就攬住阿侄，阿姑姑就問：你感覺到啲咩啊？咁阿侄就話啦：我感覺到上帝。嗱，呢個姑姑冇講俾佢聽上帝喺邊度，姑姑淨係攬住佢，你感覺到啲乜嘢？男孩子話：我感覺到上帝。嗱，幾句說話好清楚利落㗎吓，OK，戲肉到啦。
呢件事之後，導演奇士洛夫斯基教翻去爸爸嗰度。爸爸正如頭先講啦，佢係讀數學嘅，考緊博士學位。讀數學嘅人大家都知啦，只信堅信科學，對於信仰還呢啲摸又摸唔見、搞又搞唔通嘅嘢呢，就拒絕相信。今日地上多唔多係咁啊？多啊，係咪？就算有陣時信咗，都可能係咁噶吓。好啦，咁呢個8歲嘅孩子呢，佢呢就好想，因為佢哋屋企呢就咁啱係冬天，咁屋企呢出邊呢有個湖，嗰啲湖水呢因為太凍呢就結咗冰。咁阿仔呢就話啦：爸爸，我可唔可以喺出邊嗰個湖嗰度溜冰得唔得啊？咁頂姊妹，美國嘅河都有機會結冰嘅，係咪？咁啊，唔知道如果你個仔、你個女問你可唔可以溜冰，你俾唔俾啦？咁啊，裏邊嘅爸爸咧，當然同我哋一樣，小心翼翼去計算，因為都驚出事噶嘛，係咪？所以咧，佢用咗3個完全唔同嘅角度去計一計河水嘅冰能否俾阿仔去滑嘅。咁啊，3次計算之後咧，發覺係可以嘅。咁佢就話俾個仔聽：OK 啦，你可以去溜冰。好啦，突然間有一個喺鏡頭裏邊有一個唔係好關事嘅陌生人咧，就出現咗喺鏡頭裏邊。咁就係左上角嗰個男士啦。呢個男士出場嘅時候咧，個樣咧唔係好討好嘅。俗語所講咧，就擦眉擦眼嘅，係咪啊？梁姊妹，擦唔擦眉擦眼啊？見仁見智。見仁見智。個樣咧又唔微笑，總而言之咧，你唔係好夠膽行埋去嘅。OK，咁所以咧，加埋咧，爸爸覺得呢個男士咧神神秘秘，又唔係鄰居，響呢度咧從來未見過佢，為咗安全計，都係遠離佢安全啲。咁所以咧，爸爸咧望一望佢之後咧，就褪遠咗啦。呢位陌生人咧，就坐響河邊嘅另一邊咧，就坐響度生火取暖。呢一幕咧，爸爸咧係睇唔到嘅。弟兄姊妹，呢個陌生人喺度生火取暖喎，你會有乜嘢觸覺啊？唔會令到嗰啲冰融咧。有機會啊，菲力弟兄係咪？OK，換句話講，呢個事件有啲唔尋常啦，係咪啊？OK，不過爸爸睇唔到啊。好，咁阿仔咧就去溜冰嘅時候咧，爸爸咧一個人可以好安靜，翻到屋企咧，繼續埋頭苦幹，完成埋佢嘅最後心血數學論文。好啦，終於搞掂啦。嗱，呢一個時候咧，鏡頭去望一望阿孩子喺度踩緊冰嘅時候咧，唔知係唔係生火取暖嘅火啊，搞到啲冰咧就薄咗，就導致裂開，孩子咧就跌咗落去。嗰陣時，孩子跌落去咧，剛好係12點鐘。咁啊，鏡頭又去翻屋企咯喎，屋企咧導演就影住個鐘。你知咧，有啲鐘咧，一12點嘅時候咧，就會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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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，就會響12下咧，就好鬼響嘅，係咪？嗱，嗰陣時係唔知係中午啊嚇。好，響爸爸咧個鐘一響嘅時候咧，
個心啊嚟一嚟，望住個鐘，隻手咧唔小心咧就整瀉咗嗰啲墨水啊，成樽墨水咧就倒咗落去佢嘅心血博士論文嗰度。見唔見到上邊有一幅圖啊？OK，墨水就倒晒，咁啊大唔大鑊先？非常大嗯鑊啦，係咪？咁啊，爸爸咧就忙於收拾啲論文，即刻搞翻啲清潔。過咗15分鐘之後咧，門鐘就響啦。咁爸爸咧就走去開門，發覺咧係警察先生揾佢。咁警察先生問佢：